为了要建立性别平等、友善生囝，还有带囡仔这场环境，劳动部和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，办理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视讯咨询服务。若种劳工有新或者是有性别歧视记录的劳工呢，会当在线顶含这律师来咨询。今仔日开放主文4月初1正式开放。在台湾，真侪家庭的是大人，还是适龄者，居家照顾的工课大多数拢是请义工来斗3工。不过，在真侪当前，一个义工在中部照顾行动不方便的雇主，义工后壁是以无法度搁做落去的理由离开，互雇主甲告。考虑到义工和律师伫个无共所在，迄当中的法律辅助律师是透过视讯提供服务，互伊了解状况。曾经有法服的案件是透过线上的方式，让我先去跟我们的当事人恳谈。当时一则语言不通，他的甚至于交通的往返也比较辛苦，咨询的部分确实是有其必要性。若是弱势义工伫工课场内面，受到工课场有心歧视，要互伊顾囡仔留一挺身，性别无平等待遇的女性劳工，无确定拄到的代志是毋是受不当的对待，甚至毋敢向政府来提出申诉。法服的律师认为讲，一个有兼文书专业的视讯咨询专线，会当随来提供协助。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工课场性平案件的统计，超过50成的女性劳工有感受过工课场的有心歧视，差不多有2成8是家己的经验，有4成3遮尔济有意愿来申诉，所以烦恼讲身份会流失，还是留长落长，结果无去做。初步今年开始跟法服合作，我们预估是可以达到超过600件。这一次也运用了法服本身的资源，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是编列200万的行政预算。目前在本次开办以前，我们已经办了2场的律师专业教育训练，有33位律师已经加入我们的咨询律师提供的行列。法服基金会强调讲，视讯咨询服务是事成预约制，大概40分钟，时段是每礼拜2和拜4，早起9点到12点半，和下晡1点半到5点。17开放预约，4月初1正式运作，民众嘛无需要负担相关的律师的咨询费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